教育部推动以本土语言标注台湾地名的计划，针对车站、捷运站的台语地名来考究，该换正确的台语站名的公布。教育部的字典甲内政部的地名网站，卖伫明年完成更新。无论上班上课，也是出去佚佗，坐捷运是台北人的日常。不过，你感觉真少听过到位的时站名用台语是安怎念？无去注意呢。我不知道，我没有注意。我忘记了。大直 station， 台直。捷运公司安尼念，民众阁是安怎读？大地吗？不是大地啊？大地。大地啊。到底是大直也是大直？教育部委托台大地理系教授赖正贵的团队执行以本土语言标注台湾地名计划，第一阶段调查捷运、台铁、高铁等等站名在地发音。应该是大直较对啦，因为较早迄个家人号啊，行到遮的时阵啊，这段就是一条线嘛，就是较直的，所以就号做大直。啊，有大直就有大湾，啊大湾就是即马美丽华定位区迄个所在号做大湾，因安尼是一对的。教育部有把这个成果提供予相关单位参考。台北捷运公司对此回应，因有收到教育部的发函，但是会等到未来有新路线要通车的时才来登录。伊嘛进一步表示，台语的发音拢甲教育部字典相像。记者查字典，发现大直的发音确实是写大直，不过教育部表示，因字典的发音是参考捷运放送的发音。计划的成果，其实我们也已经有提供给我们词典的编辑小组了，所以其实他们已经有在演绎，可能会把它考虑增列在我们词典里面，在捷运站名可能会有的第二个音读的呈现。教育部表示，字典编修流程较复杂，所以可能无法度遐尼紧更新。另外一边，赖正贵教授的团队嘛已经正在进行第二阶段计划的录音工作，主要是要补足内政部地名资讯服务网内底台北、新竹、苗栗等等所在的庄头地号名。黄伟嘉表示，台湾有真侪地号名原本拢是本土语言，若要摕来做站名，嘛应该爱用正确的本土语言讲才对。比如讲，咱讲艋舺这个所在，你若是读做艋舺，听起来就有一点仔外叫嘛，对。啊，但是像即马捷运站有一个新的站号做加拉，伊根本就无华语的名，就是爱念做加拉，大家才听有安尼。地名主管机关内政部嘛表示，按说明年地名网站就会更新完成，以后民众只要去地图点一个所在，就会当听到正确的本土语言发音。记者林书豪、谢桂林台北报道。